嚴格嚟講，唔係三華嘅梨我都唔想食。哇！其實真係一啲都唔酸，睇我表情就知啊。如果係酸嘅話咧，我會咁樣嘅。點可能忍得住啊？如果係酸嘅話，前方記者小星子咧又再一次嚟到雍園嘅三華村，同大家實地報導今年三華梨嘅一種情況。嗰邊你睇下對面嗰度嗰啲幾多嗰啲咁嘅遮，如果真係到佢豐收期嘅話，呢度咪好多人過嚟玩。嗱，各位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猛人，其實咧佢喺我哋嘅節目已經出現過㗎啦。幾年之前咧，我哋過嚟拍三華梨咧，佢仲係一個村民，自己都有地嘅。而家咧升 grade 咗啦，叫村長啊，姓朱嘅村長。朱村長，你好，好耐冇見，好耐冇見，哇，真係多年啦！啊，依家升級咗啦，係咪真係會家戶戶都種㗎？冇錯，我哋村5200畝，成個村嘅面積大概係1萬畝，係我哋村最核心嘅產業嚟嘅。其實，哇，真係唔係講笑，因為一直住喺度，上山㗎喎，各位。啊，所以今年估計今年啲果會靚。今年靚，係啊，因為佢3日2日又落一場雨，又唔會落好耐嗰種。即係佢又冇颱風。係啦，依家睇咁嘅天氣嚟講，今年啲品質會非常之 OK。頭先找一個。你嚟啊！我自己摘係嘛，好有信心啊！我專揀啲青嘅嚟摘。哇！呢個青 BB 到咩咁啦？同你講三華梨，但係咧呢種顏色咧，我哋意識形態一覺得啊應該好青啊，好酸啊，裏邊嗰啲咁嘅嘢，呢個可能會好酸。放心大膽啲試下。哇！這個甜喎，哇可以喎，即係表面係青嘅，但係其實裏邊係紅嘅喎。所以第一眼見到你係拒絕嘅，所以我啱先叫你放心大膽去試一下。很脆，甜的，多汁，脆是因為那個果皮也脆，其實沒有什麼冇果澀嘅味道，真係有啲過分啊！呢油姐，甜㗎，真係甜。我自己摘過，摘落嚟我知㗎啦。自己攞啊！心嘅部位咧，就附近就已經好紅㗎啦。就沿住個心去擴張嘅，即好多人都以為梨呢樣嘢就係肯定酸㗎啦。嗰啲唔係正宗嘅三華梨，我同你那講嘅。裡面不紅的不是，那個不是正宗的。沒有我們這邊的那麼甜。沒有那麼甜，會苦澀一點嘛。對。度度都係叫三華梨啦，但係我哋呢度係核心原產地，呢度地頭價係，即係同果農嘅採購價，打一個比喻10蚊雞嚟咁。係，咁其他地方最多7到8蚊。哦，即係佢哋一定要低過你哋。一定。即係其實成個三華梨嘅市場價格跟住你哋嘅村走。冇錯啦。正宗嘅三華梨嘅話咧，佢會透紅，而且咧佢唔酸，會甜嘅，甜中帶酸嗰種感覺。今年的品質好嗎？今年的品質？就鄉下它都還可以。還可以。哇，這麼老實。還可以。是啊，感覺可以，現在就是感覺可以，就是比較狹義就可以。對，我是要講真心話的，我不會講那些。哎呀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看他熟了，就這個。就像這樣就可以了。就這個有點點透一點點紅的就可以了。對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佢裏紅啊，佢係裏邊泛紅出嚟，白青裏透紅，因為氣溫高啊。佢呢一個夏天係果王嚟嘅，曾經一段時間，即係而家果王可能就可能榴蓮啊、茄哩夸嗰啲嘢，以前冇咁多品種嘅時候，三華梨係果王嚟嘅廣東。嗰啲汁水佢仲要係唔係嗰種立落嘅汁水，佢好乾爽嘅。三華梨係 OK 嘅，當然就唔係話所有嘅三華梨都係咁正，我只可以咁講嚇。每一年這個三華梨是不是都很搶手啊？還可以啊。華梨佢上市係大概幾多日？正路嚟講係大概15天到20天，一個月都唔夠。咁你哋種1年就係出1次？冇錯。正路嚟講得2個星期。市面上邊都好少正宗嘅三華梨。冇錯，比較少，因為我哋呢度基本上好少商販過嚟採購。哦。就基本上都係自己原有嘅，即係比如啦，你今年食過啦 ，OK， 咁你明年到咗呢個時候，你會問我，消費即係自己就已經可以。冇錯啦。所以係好少市面上邊供貨俾。對。喵吃得很涼啊！開始做親戚啦。係啊，廣州親戚有成有力。好，謝謝姐姐。
開心啊！哇，謝謝，哎呀，開心啊！哇，好靚啊！好靚下喎。正啊！嗰啲唔係塵嚟啊，嗰啲果粉嚟啊，果霜。即係有時候你哋話，哎呀，啲梨酸嘅都唔知邊度，你哋可能係冇食到正宗嘅三華村嘅。放心大膽去試一下，放心大膽去試。可唔可以打包佢係正宗嘅三華村本地嘅三華梨？絕對保證。你揾我肯定係保證嘅，你揾其他人我就唔保證。村長嘅身份嗱，真係冇辦法嚇。呢個肯定係，呢個絕對嘅。村長都話㗎啦，如果唔滿意嘅，翻嚟揾佢嚇。咁啊當然，佢話揾認住我啊嘛。最緊要係咩咧？市面上有好多三華梨，而家係陸續上市㗎啦。其他嗰啲我唔敢講，但係佢哋核心產區嘅，真係雍園三華村呢一度嘅三華梨咧，就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甜中帶微酸嗰種感覺，但係嗰啲皮都唔會係特別澀嗰種感覺，好食。咗幾箱酒？我攞咗2箱啫。哇！我識佢，我仲自己買。